邊個規定一鏡到底要從門外開始拍？歡迎返到你360尺三房一廳的家，裝修翻新用時3個月，等不及上嚟睇睇先。門後玄關位做高身鞋櫃，入門換鞋放包一氣呵成，中空位方便放置平日出門物品。超薄反斗鞋櫃，慳空間又實用。跟住嚟到屋企大客廳，全屋通鋪木紋磚，呢邊係 sofa 同雪櫃位置，電視吊地櫃做圓弧邊，鏡頭轉到開放式廚房，櫥櫃中空位做不鏽鋼背板，凹位嵌入洗衣機。呢邊砌一幅磚牆隔出間細房，訂製3尺地台床連床尾高身衣櫃，足夠放置單人衣物。客廳用木紋牆板隔出2間睡房，房門都揀用同花紋木門，整體奶油色系配搭原木質感，都係你精心挑選嘅中意風格。天花木盒做咗滲光燈帶，增加溫暖氛圍感。2間房設計對稱鏡像佈局，家私配置都一模一樣。地台床足夠儲物空間，床尾整面牆做高身衣櫃，簡單唔加做額外家私。轉身反睇明亮客廳，越睇越中意。最後再嚟睇睇你家浴室，摺疊 PD 門美觀又省空間。鏡櫃地櫃內部都可儲物，地櫃懸空設計方便清潔，企缸浴屏做到乾濕分離。好啦，呢就係你啱啱裝修完嘅小家啦，唔知你對你嘅小家滿意嗎？